走前去啦，伊主要是啥？照迄个音尔啦，伊从迄慢动丢啊吼，迄个啥，伊同啊加啥，加写丢掉丢，无丢丢丢吼，慢动丢啊，这音要讲吼，伊嘛毋知影吼，是伫讲盲动所以从啊加写个说变做盲动吼，更较趣味的代志是吼，既然有人吼望文生义吼，伊看到这个啥，伊看到这个台语，伊加写望东标仔吼，伊个顺续解说讲吼，因为即款鸟啊吼，若看到时阵吼，大部分吼，迄个啥，像咱做田吼，有迄个像讲慢啊动吼，就是二期稻作吼，看到即款鸟若较济时阵，就会丰收吼。这已经是望文生义过度解释了，结果毋是盲动啦，是盲动吼。盲动是啥吼？足重要吼。盲动是官网的一款吼，咱知影迄款吼芦苇吼，是讲咱台语讲的蒹葭有，迄个华语讲的蒹葭吼。官网类上大棵是叫做吼芦苇吼，足大棵，迄咱台语吼会当讲。用一款迄个啥上大棵芦苇甲摕来哦，去编做一款草仔厝，迄会当摕来编壁，编壁就是编织成墙壁吼。上细号的芒草，个号做芒冬吼，个号做芒冬吼。咱顶个个补充一句吼，足重要的台语吼，叫做芒冬袂得做乖啊。芒冬就是咱即马24吼，这个芒冬丢啊，这个啥写迄两字吼，芒冬袂得做乖啊吼，伊的意思是小财吼不堪大用吼，小财不能大用啦。安怎讲呢？芒冬是遐尔啊有的一个啥，一种官网吼，迄要甲举来做乖啊，哪有可能？难免嘛断去对无？所以台语才有一句讲吼，芒冬袂得做乖啊吼。因为特别看到即款鸟啊，拢歇伫个芒冬的幼蛙顶悬吼，尾溜伫遐丢者，安尼有什么效果？我甲大家报告，恁就知影吼。即款鸟足巧，伊主要是要求偶吼。咱顶个有讲因其名以求其有生呐，讲个鸟啊好伊个好要嫁吼，主要伊是要生团，吼。所以呢，先讲伊足巧。因为吼盲动丢啊吼，丢遮囝尔，这台语的语词真趣味，甚至吼因为盲动丢啊，这个吼这款鸟啊，呢咱台语吼，迄个尾啊，佫少用这款鸟啊做盲动丢啊，了后呢，就去讲少用这个丢啊吼，去形容吼很娇小玲珑、很小的身材吼，所以咱台语尾啊，既然佫出现一个安尼。丢家呢，丢家呢，就说小小一只就丢家呢，这真趣味的台语啦吼。所以讲台语是叫做盲动丢啊，特别看到伊，就看到一款鸟呢，会伫个盲动顶悬吼，安尼尾溜丢一个，因为盲动这款这个啥？官芒草是足幼的、上幼的、上细号的，所以伊若是伫个芒冬顶悬尾溜啊丢一个，芒冬足细足幼的对无？伊就产生弹性，就会伫遐渗一个。等伊若是安尼渗一个时阵，尾溜佫丢一个，安尼安怎？迄个动作个足明显，就会当增加他求偶的几率。所以这是咱去甲观察讲即款鸟啊。特别出现就伫个盲冬顶悬尾溜伫丢一个，所以叫做盲冬丢啊，盲冬丢啊。因为较早呢，这个字无特别去甲记录讲安怎写，拢是台语这个音就安尼拢听人讲，所以有的所在这个音就传做放动场啊。恁可能有人捌听过有人讲放动丢啊，放动场啊，其实是盲动丢啊。尾这个音呢，愈读久嘛，毋知讲是盲冬这两字，尾总煞变做盲冬，煞红字煞写做望东丢仔这真趣味的代志啦所以这特别甲大家小解清楚河头交音确定是叫做盲冬丢啊。